今日係5月25號，代表我愛我自己。而家我會做一個自我價值宣言。我就係我，喺呢個世界冇一個人完全好似我。我同某啲人可能會有啲相似之處，但係冇一個人同我完全相同。我的一切都真真實實咁屬於我。因為佢哋都係我自己嘅選擇，我擁有自己嘅一切，我嘅身體以及我一切行為，我嘅頭腦以及我一切想法同觀點，我嘅眼睛可以望到所看到的一切，我的所有感受、憤怒、喜悅、挫折、愛、失望同激動，我的嘴巴以及佢講出一字一句，或友善親切，或者粗魯無禮，或對或錯。我嘅聲音，或者大聲，或者輕柔，還有我所有嘅行動，不論是對自己，還是對他人嘅。我擁有我自己嘅想像，自己嘅夢想，自己嘅希望，自己嘅恐懼。我擁有我嘅勝利同成功，亦都擁有所有的失敗同埋錯誤。因為我可以擁有自己嘅全部，所以我對自己更加熟悉，更加親近，亦都可以愛自己並善待自己所有嘅部分。於是，我可以為自己最大利益全力以赴。我知道我嘅一些方面讓我困惑。但只要我仍善待自己同埋愛惜自己，我就擁有勇氣、有希望解決困惑，或者進一步認識自我。不論其他人點樣睇我，不論我講咗啲乜嘢、做咗啲乜嘢、諗到啲乜嘢、感覺到啲乜嘢，一切都真真實實咁屬於嗰時嘅自我。當我回想起自己嘅表現、言行、思想、感受，發現其中有啲部分已經不再適宜嘅時候，我會去除不適宜嘅部分，創造新嘅部分，同埋進行補足。我可以睇到、聽到、感覺到、講到、做到同埋思考。我有方法可以令自己能夠生存、親近他人、有所貢獻，並由我所處嘅世界、我周圍嘅人同埋事揾到意義同埋次序。我擁有自我，所以我可以自我管理。我就係我，我很好。